自2024年6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明辨真理甲虚假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提摩太前书》第4章第19、第5节。圣神明明讲，伫后来的时期，有一寡人会背信，去趁未许人的邪灵甲鬼神的教示。即款的教示是对欺骗者的白贼来的。因的良心已经互魔鬼用浮红红的铁误记号。因禁止嫁娶、禁戒一寡食物，是上帝创造，要互信佮明白真理的人用感谢来领受的。因为上帝一切的创造拢是好，若用感谢来领受，就无半项通拒绝。通过上帝话甲人的祈祷，就真做圣。明辨真理甲虚假。圣神向人启示，伫末后的时期，有一寡人会放杀信仰，去顺趁欺骗的神和鬼魔的教示的道理。即时，假教使用真侪虚假学说，也是流行的宗教行为，亲像禁嫁娶、禁戒某一寡食物，甲任何甲福音背道而驰的言论，互人落入白贼的罗网，直到离弃真理。保罗提醒提摩太，爱将这个事指示兄弟姊妹，避免互异端邪说迷惑。诺斯底主义通讲是基督教上早期的异端之一，伫教会中迷惑人，破坏人甲上帝的关系。感恩是恢复人甲上帝的关系的第一步，因为上帝赐予人丰富的恩典。假使人袂晓感恩，就无法度感受这恩典。奇妙的是，人一个感恩恩典，毋若即刻临到，甚至涌现搁较侪值得感谢的祝福，持续蒙福。向上帝感谢，是互恩典搁较丰沛的管道，进而扩充蒙恩的容量。咱着为甚物感谢？保罗讲，爱为上帝所做的一切美好感谢，搁心怀感恩领受，因为上帝话和人的祈祷已经互遐个受禁戒的食物成做圣洁。人着拒绝的，搁是甚物？当时信徒面对假教师，甲人离弃真理，诱许人相信白贼，这着亲像台湾的现况。假信息满天飞，任意作战，用谣言欺瞒，敌人的伎俩，无毋是要欺骗咱、蒙蔽咱。假信息往往带着一丝丝仔真实成分，加添夸大和伪装以后，互人无法度分辨真假，甚至诱发深沉的集体恐惧，打击咱共同信赖的民主自由的根基。最后，敌人毋免发动一兵一卒，就通轻易战胜受恐慌吓乱的咱。亲像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了后，当台湾政府尽全力防疫，网络却流传真侪关系国产疫苗有问题，政府拿走疫苗进口的假信息，企图打击国人信心，意图造成恐慌。这类虚假的言论，都是咱着拒绝的。保罗提醒，上帝所做的拢是好的，应该用感谢的心领受。若是遐个风寒传说，拢应该避免。
所以会晓辨别好歹，是基督徒应该爱有的态度。伫上帝创造甲人的手创造之间，咱应该思考的是真理甲伊的时代意义。伫 AI 普及的世代，差不多万物拢会当以假乱真。譬如讲，影音透过 AI 后制，互爸母无法度辨认出电话中假儿孙的声音，翁某无法度看出影片中另外一半的出轨行为是真实的，还有各种诈骗手法，互人不论学经历安怎悬低，拢轻易落入伫陷阱。换话来讲，这是冲击彼此信任危机的时代，因为安尼，基督徒更较需要有明白真理甲分别虚假教导的能力。咱必须对真理有正确的认捌，才袂落入听信虚假无实在的言论。默想，我是毋是较信搁认捌上帝真理，而且会当分辨出虚假错误的言论甲教导呢？我是毋是较信搁认捌上帝真理，而且会当分辨出虚假错误的言论甲教导呢？做伙来祈祷，主爱搁有怜悯人的主，恳求你的真理成做我生命的灵粮，互我的信仰有根有基，要互世界腐化无实在的言论蒙蔽。求你赐互我愿意受教的心，互我一生拢会当行伫你真理的道路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